去那里的，我吓到，麦克风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在那边，全部都好了。嗯，然后等到陈时中拿出那个看板的时候，天哪，哇，原来是设局都设好了，就引金入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把我们骗到那里去，然后就哇，全部都阵仗都好了。北农弗雷迪，哦，哎，弗雷迪前两天是网络上最热议的话题啊，那个害人害己了吗？那天他去哈，就是要修理你嘛哈。对啊。那个会长林会长冲出来骂他哈，你跟林会长有没有套好招？我跟你讲哦，那个讲人家不相信。你说，我那一天是第一次看到他。哦，真的以前没见过。不是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他是新会长，就是新选出来。我不是那种跑摊的市长啊，我又不是很爱这种搬弄来的，所以我根本我只知道华南市长自治会的会长是他，我都还不晓得。我那一天是第一次看到，以前有见过什么都没有印象，反正就那一天是正式说他有介绍他是谁。那一天故事是这样，一开始中央打电，因为我们半夜就发现有41个嘛然后就早上我们开晨会，他说什么中央要来开会，我说好啊，那我们就要联合会议嘛我说那我们就找华南市场旁边，或者在万大国小还是哪里我们弄个教室来开会。后来说不行，他们要来很多人，我说那不然我们去万华区公所有那礼堂嘛人比较多，比较空旷，可以开会。那前30分钟，他说不行，他们要到华南市场那里直接开会。那我说奇怪，我说华南市场不是已经封住了，怎么开会？他说他们一定要在那里。我说好吧，好，去那里的，我吓到，麦克风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在那边，全部都好了。然后等到陈时中拿出那个看板的时候，天哪，哇，原来是设局都设好了，就引金入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把我们骗到那里去，然后就哇，全部都阵仗都好了，部长都来了嘛农委会、经济部、卫福部。是不是原来你不知道这些人会来？不知道，他跟我说要开会，我想说对啊，这个华南市场感染这么多，应该要开个会，应该开个会吧？就天哪，妈哪里什么没有，去就正式就摆好了，然后就陈时中讲完，弗雷迪就上去，我才麦克风拿着就被会长抢掉了。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，我不是很同意。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，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是只是废话。来往的人员复杂，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筛检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自疫情到这阵，你有听中正北家区的百姓发言无？有哦，无嘛？我来听你。歹笑的嘛！你家人吐槽尔嘛？你选举一届来几摆？你这疫情你敢有来烦恼，敢关心？我就按大家一乐啦。我想今天是我们会。我在听你啦。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是只是废话。我在听你啦。争吵争执这都毫无意义了。要处理问题才是重要。那在这边，我想，因为过去几个礼拜以来，其实我一直跟陈部长、跟指挥中心都保持联系，希望可以尽快成立这个联合这个指挥所。那今天可以看到，终于进驻，我是觉得已经慢了啦哈。那慢的原因，当然，我想各界外面大家眼睛都很清楚。那导致慢的这一段期间，我们的疫情是有下降还是继续延烧，大家应该很清楚。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，我不是很同意。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，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是只是废话。例如说一开始他刚刚讲说这个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，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筛检啊。你现在不是 PCR 还是要筛检？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发脾气或是什么，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，有很多的这些工作1个月前就可以做的，我来现在才开始去做。我感觉真正是白虎。你自疫情到这阵，你有听中正北家区的百姓发言无？有哦，无嘛？我来听你。歹笑的嘛！会长，你家人吐槽尔嘛？会长，为了不是我们会长我甲你吐。会长，等我们今天是中央跟你有来华南市，你敢关心一下？有哦。会长，请问你选举一届来几摆？你这疫情你敢有来华南敢关心？会长，按大家一乐啦。我想今天是我们会。我在听你啦。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了筛检间我们发掘了病例，那发掘病例，那就是要面对问题。
争吵争执，这都毫无意义了。要处理问题才是重要。那疫情就这么困难呢？病毒就这么狡猾，没有内容中大家嘴巴一句话，它就停下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好不容易，昨天筛检出来了，那就要把这个问题把它处理掉。那是让他努力工作的时候，能够把疫情控制，才是目前最大的一个工作的方向。